观众朋友，今日讲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哥劉浩明。推動體系都同他個人所相當的地方，而係啲天然規劃人口減少，同時也為醫療資源嘛減少。而家醫療資源大部分都集中喺睇嘅人口多嘅一種都市地盤，嗰種睇偏鄉地盤，而家就而家有乜嘅偏通嘅時節，嗰種對於啲冇一啲行動能力，即係冇差嘅人來講，其實係一個幾痛苦嘅事情。服務推動50年嘅推動基督教醫院，其實亦都看到有個情形，就是以幾早以前亦都開始推動嘅一啲行動嘅醫療，但是有個行動嘅醫療，真正行動下的部落，行動下的社區嘅時節，亦都發現講，其實部落同社區地方，伊是一個唔單止而嘢嘅東西，就是伊哋慢慢推出了我哋嘅順便嘅醫療啦，我哋行動嘅做療啦，行動廚房、行動書店。到古時樣50年來，其實推動基督教醫院對我哋推動偏鄉嘅肢體來講，偏鄉嘅居民來講嘅話，其實係挺數嘅幾多事情。今日我哋有請到來賓係推動基督教醫院，我哋呢支行嘅特別助理來到我哋現場，同時伊嘛係感染科主任，親自同來到我哋現場，而同我哋講都係推動基督教醫院，睇推動做乜事情，還有我哋偏鄉真實嘅情形嘛嘅，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主任來到現場。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天之隊，我係桃園楊梅人，今日同歡喜來參加呢個節目。好，主任頭先我聽講，你係本來係推動基督教醫院嘅感染科嘅主任嘛？嚇，按頭講你係楊梅人，我先問講下楊梅人我就要推動。當然唔係講楊梅人我就要推動啦，但是楊梅人可能譬如講桃園有，我哋好似桃園附近嘅醫院嚟啊。按幾時我先伊啲推動基督教醫院？其實當多朋友都按問我哋個問題啦，嗬。啊，到2002年嗰陣時啊，差唔多30歲家下，啊到台北做頭路，到日本上班。家下出香港去休息，第二專長嘅進修啦，出到嗰陣時嘅台東師院來進修，所以20頭咧啊就到基督教醫院上班。按部頭出到亞檢部，嗰個幾時節係進修有關係感染科嘅進修嘅咩？哦，冇感染科係本身嘅本科啦，所以我20頭都認真上班。啊，第二專長係想要拿到教師證，所以這個讀書。好，嗰時幾時邊度拿到教師證？嗰時睇推動示範學院有開業嘅課程。可是你幾時你對到推動去，一方面推上早晨你上夜班，本地嘅感染科嘅啲本業，暗晡你去上教師證嘅啲課程。其實嘛，幾辛苦咧。哦，嗰樣事差唔多4年，真係當辛苦啊。不過推動真的是好山好水啦，其實地方有講伊啲幾淺嘅地方，嚇，其實差唔多10多年前啦，其實幾啲蠻算幾淺、幾一般嗰種，能夠幾樸素嘅地方啦，嚇。冇咁發達啦。冇咁發達，係，但是而家推動真係完全冇。哦，你睇旅遊業當興盛啊，不過醫療還係算是當比較欠缺嘅地方。好多我哋開始都有講到啦，講其實我哋啲法統體系，雖然講台灣唔太好，但是東片同西片嘅資源都真係冇平衡。尤其係醫療部分，其實唔單止講醫生唔到好過去，其實佢都基層人員冇唔到想去推動，除非唔係本身都推動人，嚇，你過去即家故鄉順便去服務，但是從นั้น咧，西片嘅人就去推動嘅實在是冇多，因為其實幾多人嚟講啊，醫院嘅嚇營養師做乜東西啦，嚇藥師做乜東西。但是講到感染科，其實大部分人都提講牙醫出現。真是講到感染科，本地都係感染科係乜嘅工作嘅內容，下睇醫院嘅應用嘅一種角色，其實幾種人其實係唔易。你係咪同有位機會同我哋觀眾朋友做解下講，感染科睇醫院係都係做乜東西？呀角色係乜嘅？一般人啊，來到日本要做檢查，家下做一身出血。不過出血感染是一部分嘅工作嘅範圍，聽。到實驗室地方都還有當到醫檢師啊，我來做生化檢查、血液檢查、血清檢查、細菌培養，去輸血家下還放血，你全部都係檢驗室嘅業務。啊，你按當年呢，隨到科技嘅進步啦，咪開始發展從基因檢查、基因學嘅檢查、分身嘅檢查。要就全部都係醫檢師嘅工作範圍。
可是迄唔定本地工作内容，你可能有按到，好对遐钱哈，对我哋咧遐钱，无论以后要用生化检查、最码基因检查，但是根据我哋咧医生以及各位无可能需求，全部都本地检验可以做一件事情。系啊，冇错啊。嗰時唔單止講啊，檢驗可能什麼驗血驗尿啊，其實驗血驗尿底杯，其實可以驗出幾多東西。咁從我哋以邊個哋而家最啲講我哋，譬如講那個武漢肺炎也真係都對我哋驗出開始後，其實都睇我哋全世界蠻好啦，嗬，睇台灣蠻好，哦，蠻係有幾多嘅嗰種病例。嗰時就從我哋醫院面對我哋武漢肺炎嘅時間，檢驗可睇一片，睇做乜嘅角色咯。一般来讲吼，病人都是人来到第一线面对病人的，系医生、农夫、护理师。不过检验师负担的工作没当重要，因为我哋去面对第一线病毒的人，因为我哋接受到检体了后呢，我开始验个病人有流感疫苗有没有流感的RNA。核酸检查，3点呢又要做武汉新冠肺炎的检查，那他要做防护衣，避免感染。到尾呢，了解病人到底有得到新冠肺炎冇吼？最重要的证据，咩都实验室得出来的。我喺邊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用釐清一件事情講？譬如講，你咪睇嘅我哋新聞方面地方看到拿啲棉花棒去採檢體的係醫生，醫生。但是一邊去講嘅地方，都搞問題呢。會不會透露出全部係檢驗師？哦，原來係因為你話新聞方面冇協到後背啦。嗰時我哋都感覺到，哎呀，你醫生然後呢採檢體佢冇影響，但是其實後來檢疫嗰度檢體，都像頭先講嘅，你要全做嗰個防護衣，做個檢體，因為要避免感染，也係當重要當要很謹慎的事情。嗰時變成講面對安尼可能講高傳染性的嗰種病毒來講，很能當初喺訓練的時間，訓練的內容，也都太好，所有的檢驗科也都基本的常識、同知識、同技術。了就全部都好了，全部都好。咁睇而家咧咯，像安尼高可能會嗰種高度傳染性的一種病毒嘅話，而這個有一啲特別的實驗室。哎呦，有多B2 實驗室，還有負壓的實驗室來執行。咁變成講嗰種譬如講前一站嘅我哋上台灣，因為台灣也一站嘅路控制得幾好嘛。一開始譬如我哋演出時，其實台灣可能有啲地方會傳出講可能我哋有某個確診嘅患者啊。其實推動嘅話，都唔能推動基督教醫院，推動天氣嘅嗰度，我哋講武漢肺炎嘅嗰度，可能會確診嘅人嘅檢驗全部本地。冇一開始了就檢體我就做初步的篩檢以後呢，所以送到台北，繼續台北。不過了幾張間開始呢，馬街日呢，推動的部立醫院，我就日呢沒開始建構起來，因為超前部署，講後邊的疫情冇法度控制㗎，我就要及時來處理。嗰時就變成講，當我哋面對我哋新的病毒嘅時間，你檢驗科嘛，有新的武器、新的設備，同時新的訓練。錯，係。將你檢驗科點樣檢驗有多人啊？我哋日常學習，我哋呢下有13殺。13殺嗰時面對其實除咗我哋醫院嘅工作嘅以外，嗰種真實難以嘅我哋實際時，其實你馬上分出一部分嘅人力去檢驗嘅東西。係錯，而且檢驗室都是人還係一天24小時都運作，冇休息的時間，因為禮拜一到禮拜天當日都有人出班。因為我講到你前期都變成講，你看我哋一開始就講到我哋推動，其實天下佢發，而嘛佢唔到，其實而家醫療資源。睇推動即係嘛，醫療資源冇公平嘅地方，然後當個推動是喺醫療資源最集中嘅地方，但是其他一偏向嘅地方醫療資源也少。嗰時推動基督教醫院，伊就開始會推動我哋咧行動醫療也會服務嘅時間。比如講我哋到某個地方，可能醫生可能有人可能會有鼻乾啊，冇某個東西，建議伊出下，其實
啊，等你给嘛，那刚刚是嘛疼痛医啊，还是讲以初代的带过了医院的安尼都可以咯？哦，无，一般出血吼，含喺病患本身一段时间内接受抽血样做的检查，无法度都无法度提起变都错，因为可能佢血液温凝固，无论话个情况。可是你变成讲，像你这个去推动安尼19年哦，你这个本来要去我哋用投人用冇一片嘢，你这个提下19年了，你看到推动嘅医疗嘅嗰种资源有乜个情形哟？以实验室来讲啦，吼，太日咧呢，检验科给它分工专业分到它比较细，哦。特殊专业对于一个组别来做两种的专业，都偏向较细间的人呢，像我哋13岁，应该讲各项的检验的技术我哋都爱会，所以咧係基本的无共样，都偏向呢最大的问题就係人员招募的问题，因为都偏向都推动某医学相关的毕业生，咧邊要招募人才出相对的較困難。所以分担人才嘅部分都出现一个大的问题。我们想讲嘅是，嗰度，比如讲副专啦、护理专科学校啦，无论嗰种药学内啦、检验科咧，嗰就变成推动这个请这个本地人都困难。係錯。嗰就聽下人推動體系，推動基督教醫院，而經歷了50年以後，而慢慢地你看到一推動體系有乜嘅醫療需求，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自推動基督教醫院嘅鄧志頓主任同人講，檢驗科佢哋做乜事情？但是我哋提講推動基督教醫院對推動嘅醫療來講，係一個巨大嘅天數嘅人。約50年來，佢哋唔單止照顧到推動人嘅佢哋健康，同時亦咪推動嘅佢哋行通醫院。我哋攞每一下我哋聽眾人都係乜嘅按照行通醫院。行通醫院吼，顧名思義，就係講用醫療搬到社區去。從1960年左右呢，我哋嘅創業呢院長，佢係美國人譚維義醫師，嗰兩次呢出到推動嘅成功症嘅以來呢，開始做巡迴醫療。那推動基督教醫院從嗰兩次都立下，就不間斷的來從事也行動醫療嘅服務。嗰個等人意思就講，其實推動基督教醫院唔可以講，而即個喺推動開嘅伊個醫院呢，都希望講能看病嘅人自家來請醫生。但是唔能相反的，等於講把我哋當初基督教醫院創辦人的精神，行醫社區、行醫部落，把醫療嘅資源帶入去入嘅精神，嗰時把等於講，我乾脆唔要等人來。我把醫院的送去人部落地方去，我把醫院的送去人的偏鄉地方去，我把醫生送過去，一條人看病。推動基督教醫院吼，從頭到尾看到一個標語，很多講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嗰時等於講，唔能看到偏鄉伊邊有安尼醫療的需求，唔能都把唔能嘅我哋醫院的本土醫療資源都送入去。咁像我哋把伊啲醫，可能講順便醫療隊來講，我把它分裡面組成的分子有乜嘢？那組成的分子呢，有醫生，有藥師，有護士，佢哋會試點在許多偏鄉的地區、山地的部落，來幫助當地的居民來幫佢哋看病。那咧下有分的科別呢，有家醫科，有牙科。有內科、眼科兩條，都向正都推動呢，推動人地方度呢，有兩隻鄉鎮，一隻係延平鄉，還有一個達仁鄉，差唔多有10隻嘅醫療據點，所以本就地嘅民眾就地來看醫生，唔是長途跋涉來到市區來看醫生。
因为其实对我哋更加人来讲嘛，其实也可能我快想想讲，我哋做乜我爱派医生过去，因为我哋从头喺咧睇我哋城镇地区吼，我哋可能隔壁路的诊所啊，有片路的医院咧，可是对我哋来讲，医院咧看病一件事情係一個簡單的事情，但是對於我哋嘅法同嘅居民來講嘅話，其實也地方幾長，有啲人從我哋嘅嗰度偏向。路卡都路全部係個我哋年紀過大嘅我哋嘅太人啥，有啲有冇乜嘅行動能力，唔可能即個視察去到我哋推動時，或者推動基督教醫院把醫生送過去米的部落地方，然後去巡迴米的部落提供，那個時間我要醫生來看咯。咁從頭來講嘅話，我哋有牙科嘛，我哋有內科嘛，眼科嘛，其實一看看到攏係等偏向老人家最有可能的問題。冇錯，我哋嘅中日科呢，要做大武鄉、蘭嶼、綠島呢，要有差唔多50個據點，給啲居民來看。嗰個等於離島，離島嘛有去看呢。咁從安尼來講嘅話，應該嚟講，其實對於啲醫院嘅經營來講嘅話，行通醫療係一啲成本貴大嘅醫療，因為什麼我醫得太耐，我坐喺電輪冇幾好，我要把花錢去，什麼？然後要醫生要搶醫去，可重要的事情。對偏鄉的醫療來說，對我們的醫院來講，有3步啦。第一個就是不能只做醫院裡面的事情，聽醫師講不能只做醫療的事情。第3個就是我們不能只看醫療的匱乏，因為我哋行走出人走入社區，我哋都得發現講呀的居民。懂得的需要，那我們也因為這個看到這個需要呢，發展出更多的更多的服務出來。因為頭先人講嘅醫院、行通醫院，行通醫院醫生過去看係其實應該係最基本嘅，我哋嘅巡迴醫療嘛，巡迴醫療。但是我哋講其實你嘛從頭都講嘅地方，唔單止醫院嘅看病部分，照護也部分。其實你嘛做到嘅，比如講你有行通嘅蔬茶啦，行通嘅廚房啦，行通嘅做料啦，乜嗰個行通嘅廚房、行通嘅做乜嘅話行通廚房，我哋嗰度沙田咪即刻有乜嘅媽媽教室啊，做乜嘅行通廚房？因為我哋走入社區了，還有就會發現社區其實還有懂得嘅需要，我們必須去幫他克服啦，因為後面我哋台東基督教醫院出成立一粒麥子基金會，我哋出開始服務了條社區嘅居民，我哋主要嘅對象呢係老年人，還有身心障礙嘅朋友。服務了條人了，我哋發現，當地嘅聲音呢，佢哋咩有需要啊？後面出發展出結合社會資源，發展出行動書車。乜個人都行動書車，它嘅外表，就種嘅彩繪都動講，還有一堆做的展開嘅翅膀，個翅膀展開以後呢，裏邊做出有1000多本嘅書，做的不聲音嘅，都得給它都得拿來看。那行動書車呢，除非是都偏向嘅學校啦、社區啦、教會啦的吼，給它都小朋友。就可以滿足小朋友的需要。嗰個其實偏向睇的唔單止係啲醫療嘅資源，其實像頭頭我哋咧聽主任講啊，其實偏向睇的一般睇的係嗰度照顧，唔單止係資源嘅照顧，唔單止係書本嘅照顧，其實亦係一種營養嘅照顧嘛，係一條嘅照顧嘅部分。沙甸呢，我就看食衣住行嘛，看到吃的問題，因為呢社區嘅老年人佢都從頭都待到屋都，佢當時出來，那食飯咩係一種問題，因為一霎食飯，一天冇一群人食飯來得快樂，我哋嘅行動廚房，行動廚房嘅人呢，佢做4點菜，佢都偏鄉，差唔多當禮拜呢，呢個據點呢，差唔多有100、200嘅佢是都給你煮菜。邀請當地嘅居民來那邊長輩來向他說聯絡感情，讓我們講一霎故事都獲得哈。由於其實對於我哋一等人睇到下狀況嘅這種太現實來講嘅話，有時就如果想到講一等人食飯好簡單食都好，但是簡單是營養如果出問題，營養出問題身體都會唔好。
好，但是听你也都行通的嗰度地方，我有一點我真的感覺到佢有興趣，如行通做療，如早期療愈，然後早期療愈。當初中啊，我想到我做行通早療，你先同我哋廣東朋友說明，乜都早療。早療簡單來講吼，除咗講特殊的兒童，比方講佢有腦性麻痹、發展遲緩，某處佢有過動症、有自閉症呢條嘅聲音咧，那佢條嘅黃金期間呢，處喺0到6歲嘅時間。我哋日前到2003年嗰兩時，出開始有早療嘅評估，同早療嘅早期療愈嘅治療啦吼。可是就變成講，各種我哋可以直接到我哋嘅部落地方，到我哋沙嘅地方，去發現人嘅聲音咧，早期去療愈，把佢有黃金時段嘅時間去嚟治療，好，其實對聲音嚟講係最好嘅。也因為吼，其實我哋喺偏鄉地方，我係有啲幾睇現象嚟講，其實我哋過去到我年輕嘅爸爸媽媽全部睇我哋喺都市裏邊工作。然後留下來我哋睇現實，還有這個可能的聲音嚟講隔代教養，其實睇我哋偏鄉地邊非常看到。但是你想講老人家照顧這個路冇辦法，因為可能帶聲音嚟去醫院。係啊，因為吼都投入都推動啊吼，佢老人家佢要盤查要坐巴士，那有咁簡單。佢要吐聲音嚟來吼，可能要花幾年嘅時間，逐禮拜來佢咩實在咩冇辦法。所以我日前呢，就看到兩方面的需要，我們我就發展一個計劃，然後叫做行動早療。乜講很多行動早療，我就做喺講看到有需要的小朋友，也就個案佢冇法度，對，都日前做早療，咁我就出動治療師送到佢服務去同佢做治療。係，因為呢種發展出來的模式，同一般都市方聲音的家長出去做早療的模式冇共樣，所以我就講了咗行動早療，我們把治療師送到部落，送到家庭去。係，因為我睇人到6歲嘅時間，有部分叫做有行通早療的話，但聲音呢真的係一般特殊嘅時間，6歲以後特殊嘅時間，我哋咪要特殊教育班哈，特殊教育班，還可以去接上去。可是對聲音來講嘅話，其實做是發現，做是治療。其實係最好嘅，還有一點講，其實頭先我講，等於講也為伊的行通醫院，除為巡迴醫療、行通檢查、行通廚房、行通早療，其實還有啲行通洗腎很用咯。中文行通洗腎，不同翻譯洗腎咯。哦，按談起來同跟那種行動有關的東西同多元吼，因為一般人吼洗腎係很自然不過的事情，不過對嗰條身心障礙的朋友，還有在帶到部落地方度的人來講，佢哋要洗腎，佢哋行動不便，要洗腎唔係咁簡單的事情。那我哋日前呢，沒看到了需要，我就做購置行動沐浴車，採一組人食材推到家福下，攏去洗腎。其實我以前有看到我哋呢一啲基金會吼，伊嘛有做嘅行通洗腎茶吼。其實我有看到有位樣片，我都發現到講，我感覺到講，其實洗腎係一個幾簡單嘅事情，但是對於啲行通唔方便嘅人，尤其係啲偏鄉，伊看到我哋講以前我哋講愛燒熱茶、燒熱水，好無論希望，尤其係嗰寒熱嘅時間，連出去都唔想出，一日兩日，一禮拜兩禮拜。其實伊嘛感覺到幾辛苦，但是伊嘛冇辦法。但是嗰種有啲人嘅行通洗腎茶，對於來講嘅話，其實我相信一定會感覺到佢洗腎嘅嗰時節心情幾好吧。係啊，你要想講，一般人洗腎吃落當自然。不過我想，嗰條人行動不便嘅人，佢可能3日5日都冇法度洗腎，做得當好嘅上訴。不過你係咪當佢本佢動態嘅很好的一個照顧啦，吼，都這樣講。就像我哋一開始嘅創辦人做嘅事情，推動基督教醫院，而唔可以你講醫院嘅醫院嚟，嗰時一路等到人來看醫，而會把醫院嘅資源投入所有希望而去嘅地方。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跟你講故事哦。
欢迎过来福起来，上段节目我哋来自推动基督教义人嘅天之盾天主院同人讲，推动基督教义人推动嘅行通医疗嘅内容有乜嘅？我想请问一下吼，其实头一个开始都有讲讲，其实睇推动体系可以即个培养出来，我哋讲医学人才嘛，吼嘛其实几少，更加唔係幾片有人才問題咯，譬如講啊醫人嘅啦、醫生啦、護士啦，這咁多人有咁嘅情形。哦。啲啊，都態度師都有本身就有兩問題，都偏向啲種嘅問題很難嚴重。我哋自然咧，有從台大醫院、從和信醫院、從早期有從高雄嘅長庚醫院、馬偕醫院了到有做策略聯盟嘅合作，我哋希望都了到自然，請他們支援。一些優秀的醫生在那邊駐點。那今年呢，我就日人要申請到醫中計劃，衛福部的醫中計劃，要分別讓奇美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國泰醫院，申請一些優秀的醫生來這邊駐點，那可以稍微減緩醫生的來源。那多護士療方面呢，因為護士咩係一個大問題，我就讓馬偕護理管理專科學校有簽訂合作的備忘錄，有建教合作，為期5年，提供給個學生的5年的學雜費。那佢哋畢業以後呢，出作的最多日人開始服務，那工作日人。除了日人方面呢，我就去年呢吼，我就日人要開始成立教學部，我就成立教學部的目的呢，就是通過成立教學醫院。那安陽人呢發叫做東 YT 特殊的相關科系的學生的。佢哋都做得轉到家鄉來那邊實習，我就借由呢種嘅方式來培養佢哋。都等於講，其實觀眾朋友可能會搞唔清楚講，做乜嘅推動基督教義啊，做安度嘅怎麼嚟講策略聯盟咯？因為吼，其實台灣嘅醫療系統地方吼，像有啲醫療系統地方，一本來都有醫學院，譬如講北醫啦、國醫啦，然後陽明醫係支持我哋嘅用中系統。長江與自家嘅系統，嗰時以自家嘅長江醫學院，後無論乜嘅醫學院畢業以後，大部分都只係醫嘅醫療系統。嗰時對於嗰度採體嘅醫療資源，即個某一啲醫學院嘅醫療資源來講嘅話，以天來團配嘅醫療資源來做合作。尤其係我哋講，多我哋咧聽眾伊嘛講到個，唔單止睇西部都有安嘅問題，醫生嘅問題、護士嘅問題，睇東部來講嘅話，問題個大。可是你一定要用幾多嘅方法去想一種人，唔單止俾的我哋學雜費嘅補助，同時俾的訓練，希望講都是這對我哋推動發動出身嘅生意呢，係咪可以過來發動來服務？無論講我哋希望講幾多有量嘅醫生，我哋幾種幾資深嘅醫生，嘛好可以利用我哋呢一個合作嘅一個聯盟，嘛可以來我哋推動基督教人同我哋推動嘅人來服務啊！除了日神。醫事人員同護理師方面，我哋日人呢，咩同企業合作，有希望種子的計劃。希望種子係乜嘅呢？就係我哋利用大學期嘅暑假嘅時間，提供工作打工嘅機會，俾呢條外地嘅大學生都得轉到家鄉那邊來打工，佢哋做得提早認識醫院的生態、醫院的環境，佢畢業以後呢，喺有合適的工作，我哋咪會俾佢留下來，咁咪係一個穩定，然後吸收外部和內部人才的方法。等於你講，透最近啊，人改流行嘅，包括講提前部署。好，如果我哋改早期都希望講我哋生意呢可以了解我哋呢故鄉喜歡嘅東西，好，嗰種都是有適合嘅，你都留下來。不過好多人其實有多講一種情況，其實唔單止係一啲醫療系統，其實你嘛有做社會公益，還有社會我哋講社區公益的東西，也係一種馬情，也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講呀？
嘛就出去秉持当初啊，宣教士的精神，哪里有需要，嘛就出往哪里去。嘛就走出医院以后呢，嘛就开始统整，嘛就医院呢了就会系统，开始发展出几个机构出来。台东基督教医院本身主要的目的做医疗，还有一粒麦子基金会，嘛就服务的对象主要做老年人，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还有成立嘉利利基金会。嘉利利基金会做乜嘅呢？佢主要係照顧婦幼，佢去關心不管係個人也係家庭同婚姻的問題。最尾還有一張呢，就是哈拿希望之家。哈拿希望之家服務的對象係0到2歲的婴兒，我們把它安置，然後買到同社會的收養同出養的機構合作，幫助了到成年的嬰兒尋到合適的收養家庭。你談好了，其實有一句話講，其實你不務正業呢，因為我講啦，因為這裡講一般的醫療體呢，伊要發展其他東西，我提也跟醫療本帶有關係。可是我談到更加等於，你已經對醫療的體呢地步，已經變成一個社會工作、社會服務的一個體呢，因為你已經開始去關心某樣的一個族群。唔單止從醫療的角度來講，而係等於講，你係用一個社會工作者角度來做一件事情。其實醫療你從最原始的時間來講，醫療不是只照顧你身體的健康，它其實是一個全人的醫療。我們要照顧他的心理，要照顧他的健康，照顧他的這各方面的需要啦，所以醫療一定唔係只有醫療而已，因為我們還要照顧他各方面的面向。咁從這個本來係頭2年，然後去台東服務差唔多17、18年咧。17、18年地步，嘛聽到台東基督教醫院做完多事情，有感覺有乜嘅東西係唔該見，感覺到剛出過層嘅啦，無論講這個影響過層嘅事情，同我哋講都係有分享嘅嚇。其實一開始的時節，甲這個後生也唔會知道講這個物質上、心靈上有乜個欠缺啦，實在講沒有特別的感觸啦。對於平人來人看平甲你唔會感覺佢有特別乜個需要，加兩時後生。不過經歷過我這個成人出世甲有腦部缺氧的過程，然後也按多年。這個同事有得人幫忙，了就你看到個心路歷程，你就特別會知道講，基督教醫院那邊用愛、用醫療、用信仰、用陪伴來照顧了就人，嘛知道我這個都那邊還有那個機構最真實的存在的價值感出到那邊。就是對你這個本身的一個經驗，尤其是年輕的時間，可能真是乜個東西都唔講啦，乜個東西嘛唔對，你說唔對嗰種唔講。但是從同我哋的世事越來越大，我哋會讀到嗰度事情，我看到嗰度事情，我哋攞嚟講，其實我哋這個做嘅東西，其實第一，我哋做我哋能力過些，但是我哋嗰度過些能力咧，而全部啲合方嘅啦，我哋能力係過大嘅，可以照顧嗰度冇方面嘅人，可以幫我哋咧滋養幫我哋咧行通嘅能力，去聽數嗰度，我能夠行通方面嘅人，用行通來聽數行通方面嘅人。上禮拜買到嘅癌症大樓要去嘅時節啊，開始要募款，買到咩從頭看到當到令人感動嘅故事，從頭呢你會讀到民眾啊，佢會做到日人來講嘛要開始嘛想要落去去太了嘅事情，不管係個人也係團體，你會看到學校嘅先生啦、學生嘅啊，也好，也係公務機關，了條鄉親都會把攏了去太了件事情啊，當做係一家嘅事情來關心。唔多平常嘅街道，你會看到嘅飲料店也好啦，也係蒸餃店也好啦，也係講
文创的了着的，伊就会用各种的方式来给你支持，踮咧本人动态的沟通，还是通过我就接待的朋友分享讲，没有人啊吼，都很腼腆，很多人就讲，拿着快点匆匆的人国的讲，然后捐献，这就是一点点心意的表现。里面拍摄出这条的，你要，它只是一份他心里想要付出的表现的心意。所以讲，采地的人嘛，用以这个方法来天数嘅就长期来守护一块土地的人啊。对今日的节目里边，我哋发现到讲推动基督教义安，已真是做到嘅医疗的本质，唔单止照顾人嘅健康，嘛照顾人的一生。我相信推动基督教义安长期守护下推动来讲嘅话，我哋的子民其实会过一个健康，同时你们会得到更多人的资助。今日嘅感谢我哋咧聽眾嘅兩位先生同我哋分享安道推動基督教義安嘅故事。非常感謝主持人，非常感謝各位觀眾朋友，什麼大家。各位觀眾朋友對推動基督教義安咧，落緊有興趣嘅話，唔可以去網絡上推動去尋我哋咧推動基督教義安。同時休息下喎，大家聽下啲時間來運動運動哦。大家好，又到我哋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聖諾夫先生，今日我哋帶我嘅好朋友攏係嚟準備人鄉下睇人小朋友鄉下來運動哦。準備好嘅冇？我哋開始運動嘅哦。首先我哋全身來做運動。睇人先人向下做數變好，頭腦慢慢地變落來，仰上來，向後面哦，數打開來哦，前面就是它，1、2、3、4、5、6、7、8。9、10，後面是它來哦，1、2、3、4、5、6、7、8、9、10，相當的好哦，也咪做腳，腳嘅仰向來，1、2、3、4、5、6、7、8、9、10，再做10下，1、2、3、4、5、6、7、8、9、10，相當的好。繼續，我哋同小朋友嚟做普通的運動哦，動作數變好些，腳墊墊哦。我哋辦事同生意，你仲是教育咧安全又好教，一步一步來，10下，1、2、3、4、5、6、7、8、9、10，在後面10下，1、2、3、4、5、6、7、8、9、10，再100哦，前面是哈，1、2、3、4、5、6、7、8、9、10，倒退是哈，1、2、3、4、5、6、7、8、9、10，朴樹相當的好，成功也同生意呢向下我哋些培養感情，阿公阿婆同孫女、爸爸媽媽同小朋友仲是向下培養俺哋嘅感情。
继续安尼来用，也来开明天，生日呢，准备咧等你，也等你来问哦，虽然你摇来摇去无危险，首先安尼数是得肯定小朋友的数，用客家话认识安尼数字1到10，安尼次看先呢看前面的数字，相当的好，再来一摆，等你来问哦，安全第一咯，7号，哎哟真好，记得安尼等你先得帮到哦，慢慢来哦4号，安尼上来慢慢的，系1、2、3人在跳，好冇？安尼跳远一些8号，安尼1、2、3人跳哦，8號1、2、3，相當的好。數安尼用等小朋友都唔會強忙到，並嚟練習，培養跳的動作，認識目睭同數，安尼協調，身體的協調，安尼來看3號1、2、3跳，相當的好。注意安尼等你哦，也望安尼提打過來一些，再來認識也來數字，用客家話運通好，1號1、2、3，1號相當的好，安尼有些運通，有些認識安尼客家話真好。2號1、2、3，2號唔使人夾我慢慢來哦，來安尼來用一片，提上來。準備好能跳安全第一咯，安尼也慢跳9號1、2、3跳，相當的好哦，愈來愈進步的有冇？安尼來10號1、2、3、10號，相當的好，也慢本身呢，即個安尼變數因為習慣呢，也慢上來當行，即個來做安全第一1、2、3，即個看咯你差唔多最遠都多可以1個，最遠到8到3來，也咪看數字，安尼8號1、2、3跳，相當的好，也咪來看7號1、2、3 7號，有相當的好，小朋友哋跳嘅點一下點一下，也咪安尼看先呢6號1、2、3 6號。相當的好，愈跳愈好誒。繼續安尼來教安尼慢些高高誒突圍跳來，因為安尼運動一本身體讓手來，所以我也慢來做一擺按停停來做，兩個耳弓，突圍耳弓，準備前面跳安尼都成功誒，慢慢地來，兩隻手變好來，準備哦，1、2、3跳，慢慢地相當誒聲音呢體力真好，比你多運動再來一擺，手變好來，準備跳，最尾一擺，跳個好，別人跳個好，手變好來。最尾一擺預備開始，1、2、3、4，睇有些保護位總體強幫到，繼續安尼嘛係慢些，前後教的都係用筆啦，睇天來向北嗰度一個一個跳舞嘅，也嘛安尼準備好些，也嚟去明天安全又好用1到10。我哋先數先兩隻腳，看到兩腳都跳兩隻腳，一啲都兩個向下來，我哋跳一擺哦，兩隻腳，簡單跳舞嘅慢些有教育咧，先用兩隻腳開始。相當好，打數平衡再來一擺哦兩隻腳你嘛是得打開來，飛揚機預備開始，
哈，相同的哈，也咧跳舞嘅，大家安尼听一摆，有些教一只脚哈，来做示范哦哈，来看好来，也咧两只脚，也一只脚，哈，哈，也停慢啲咧停头唔得咯哈，哈，准备好诶，1、2、3，开始。哦，相同的吼，有成功哦。哎呀，慢慢来跳过去圈养哦。好，准备好了冇？好，手表好，预备，开始。好，成功。最面呢，俺哋也咧跳舞嘅，俺哋都是得来。哈，睇人做係表演人哋來回一擺哦。哈，來，向下。哈，係，5，好，再過來，再看嚟哦，哈，一隻腳嘅哦，哇，5，哦，相同嘅吼，感謝表演。今日我哋好好運動嘅單元吼，前後都係從我哋辦事，睇人帶定聲人嚟教。首先要記得做運動我哋嘅暖身啊，就頭拿到腳做一下運動。啊，第二我哋同聲人哋難定向下保持我哋感情，培養感情吼，行路也好，跳也好，吼。啊，還有利用安尼海綿天，本聲音呢，等你愛等你哦。田燈樹跳樹枝，認識安尼客家話，對一跳啊都識，哈。啊跳係安尼是得本聲音呢即個練習，一些念出來啊啥，安尼些比咧樹枝，比認識也咧安尼客家話，再來安尼。萬世教嘅土語，啊，也土語都是咧睇安全嘅海綿天，睇人跳係本身人跳，身人咧體力輕好，安尼變嚟多運動幾擺，安尼比練習變嚟身體愈來愈好。再來萬世安尼要睇體方，體內方用筆墨輕度嘅格哩，哈，一格一格安尼。啊！我哋睇人聲人有些跳格哩，跳舞嘅，吼，今日介紹日咧，又安全又好用，吼，啊培養我哋大家感情。今日好好運動單元，先攞副先生同我哋表演，向下批判大家運動，啊記得咯，我哋明日好好運動哦。